自行车防盗确实是让很多人费尽了脑筋，天天想各种办法。这河南洛阳的邢吉新朋友，他看到的这个自行车啊，就停得非常的安全。给大家看看啊，您看这自行车直接都给掉到半空当中去了。这小偷要不开个吊车来，根本偷不着啊，绝对够安全吧？不过大家看到这张图的时候，可能跟我一样啊，都想问一问：您人站在这儿，车在这儿，你说这车到底是怎么弄上去的呀？您仔细看啊，其实呢，这是一学校的大门，这个是一个可以卷上去的整个一个卷闸门。然后呢，平时上课的时候，这门都是关着的，也就是放下来的，直到放学的时候才会打开。也不知道这个自行车的主人啊，是没想到呢，还是怎么的，把车子往卷闸门上一锁，他可能就走掉了。再后来，大家就看到这卷闸门梆梆梆梆梆升起来，把车子也给掉到了半空当中。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这年头呀，为了防小偷，连自行车都被逼出轻功了。